画面上这两只拄出世满1个月健康幼鸟，模样古水会用的讲是人人喜爱。实际测量身长嘛才22公分，对照网络爆料，身长无到30公分，出世才6至8礼拜的小烂猫，伫个1月底被无良的结扎野放以后，结果有2只死亡，1只破病。民众赖先生伫个知影消息，透过议会无党联名来订正。民众表示，会用性命来守护小浪浪，议员更加无分党籍，要求动保处应该制定浪浪结扎的门槛加罚则。现在外面的流浪狗、流浪猫，有多少是幼就被结扎原放？原放之后，它怎么去生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想节育，但是我们也一样要去护生啊，这是相对的问题嘛，不是为了节育而节育，也不是为了补助而节育。既然要帮毛小孩，就要实质的去帮。而不是台面上一套，私底下一套，这很糟糕。尔后，台南市动保的问题，我只要发现一件，我报一件，我拿命跟你们拼。这些 TNR 的犬猫都没有打过预防针，也没有驱虫除蚤。有一些抓扎的人，甚至连生命中的犬猫都抓去结扎。这种生命中的犬猫是很要不得啊那所以说TNR能不能做到早期节育我是做一个反对的一个态度啦。像你细只鸟啊，等下出世鸟，你就是改结扎，到底他们搞不好连吃都不能吃了，怎么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而且猫咪又跟狗狗又不一样，它们不亲的。有时啊，有一寡爱爸要去甲饲，伊嘛不一定会食。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其实我们要花很多的心思对此，市府动保处长吕明斌回应：虽然国内外有兽医支持早期的犬猫结扎，对6个月提前到6至8礼拜，不过应该是针对家猫家犬。目前在国外的话，一些欧美国家，他们大概提倡这种比较早期的节育，然后他们认为。大概狗猫在2、3月龄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结扎了。好，那对这个狗猫的一个副作用或健康的影响，事实上并不大。好，那国内也有就慢慢对这个早期结扎的部分也有在做一个推广的一个趋势了哈。那不过这些研究的话，在国外跟国内都有。那事实上在关键的一个地方，关键地方就是说。这些早期结扎的，那它的后续可能都是被领养的，在家中可以受到很好的妥善的照顾。针对无良的流浪犬猫的结扎年龄标准，因为目前台湾各县市拢无列出施行的规范，未来动保处会甲专家、兽医甲动保团体来研商，希望定出一套规范甲法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